上幾集都講過靈魂同轉世有關嘅理論，咁今集會講下點樣做先至可以脫離呢一個輪迴嘅系統。喺開始之前，回應咗一位聽眾嘅問題先。有位聽眾睇完靈魂嗰集之後，想探討下，如果意識係想透過呢一生學習同埋領悟，咁點解有啲人好早就夭折，又有啲人本來過得好好，生活亦都令佢有所領悟同埋體驗，但係突然之間天降橫禍，嚟唔切領略同埋學習就失去咗生命呢？呢個問題其實會涉及到靈魂嘅多次元性。之前為咗方便稱呼呢，我就一直都冇將本體啦、高我同埋人格片段體分得太過清楚嘅。不過嚟到呢個問題呢，就需要稍微講得詳細一啲。我哋平時講嘅靈魂，其實可以理解成一個總和，你可以將佢想象成一棵樹，成棵樹呢，就係本我，亦即係靈魂嘅本體。而每一塊樹葉就好似我哋每一世嘅人生咁樣，每一塊葉睇落去都係獨立嘅，有自己嘅形狀、位置、生命週期同埋經歷，但佢哋其實全部都係同一棵樹嘅一部分。連接樹葉同埋樹枝嘅小枝就係潛意識，潛意識再連接到更大嘅樹枝，而呢條更大嘅樹枝呢，就係我哋嘅高我啦。高我係每一個人嘅高階意識存在體。佢係可以同你顯意識溝通嘅存在體，同你一樣都係靈魂嘅一部分。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對你了如指掌嘅 AI。你問佢關於你嘅一切，佢都知道，佢都答到你。最後高我再連接到樹幹，樹幹呢就係我哋嘅本我，亦即係靈魂嘅本體。所以之前我提過，每一世嘅經驗會有一種滲漏，會影響到同一個靈魂嘅其他轉世。其實就係因為樹葉同埋其他嘅樹葉呢，都係有睇唔到嘅連結嘅。可能聰明嘅你會問，如果同一棵樹嘅樹葉都有連結嘅話，咁每一棵樹嘅樹根都深埋喺地下面，咁樹同樹之間係咪都有連結呢？冇錯，不過嗰個係一個更大更複雜嘅結構。我之前講鬼魂同埋意識都提過嘅，咁將來有機會再講。翻返嚟講人格片段體先，一棵樹可以有好多好多塊葉。同樣唔同嘅身份，可能有一世係大官貴人，有一世係身世悲慘嘅乞兒，有一世係男人，有一世係女人，有一世係加害者，亦都有一世係受害者。就好似10幾年前嗰套電影《雲圖》咁樣，一個演員可以喺唔同嘅時代、唔同嘅故事入邊飾演唔同嘅角色，而呢啲角色就好似靈魂嘅人格片段體一樣。每一個人格片段體都有自己嗰一生嘅經驗、感受、選擇同埋結局，而呢一切最後都會回歸到樹幹，亦即係回歸到本體靈魂嗰度。你可以想象一下，當一塊樹葉枯萎，佢會從樹枝上面跌落地面，慢慢分解，重新成為泥土同埋樹木嘅養分。表面上呢塊樹葉好似消失咗咁樣，但係其實佢並冇真正離開成棵樹，佢只係用另一種形式回歸到成棵樹嘅生命循環之中。呢個就好似一個人格片段體完成咗佢一生之後，肉身雖然消失，人生雖然結束，但係喺佢嗰一世入邊經歷過嘅感受、選擇、痛苦、愛、恐懼同埋領悟，最後都會回歸到本體靈魂嗰度，成為靈魂整體繼續成長嘅養分。因為呢個概念比較複雜，涉及到好多名詞，所以我一開始冇分得咁細。但如果要回答點解有啲生命好短暫呢個問題呢，就要用呢個角度去睇。換句說話，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劇本。呢個劇本可以好短，亦都可以好長，可以係為咗自己學習同埋成長，亦都可以係為咗一個大型社會事件入邊，作為其中一個小角色去表達、去推動或者完成某一個群體性事件。每一個生命嘅目的都未必一樣，有啲生命係為咗自己嘅課題。有啲人生係為咗牽動其他人嘅課題，有啲甚至係為咗一個更遠大嘅果，而喺歷史入邊種下一個因。我舉一個例子，2015年因為敘利亞內戰，大量嘅難民嘗試經由海路逃往歐洲。當時好多歐洲國家都對大量接收難民相當抗拒，反對歐盟嘅強制配額制度，亦都擔心社會負擔、文化融合同埋安全問題。喺2015年9月2號，當時只有2歲嘅敘利亞庫爾德族男仔 Alan 同屋企人由土耳其搭乘超載嘅橡皮艇，打算前往希臘。結果出發冇幾耐，隻艇就沉咗。
Alan 同佢媽媽、哥哥都喺事故之中溺斃。之後，Alan 面向下仆喺土耳其海灘上面嘅相就被傳媒廣泛報導，震撼咗全世界，激起咗好多人嘅同情心。民意轉向，令歐洲國家開始改變難民政策，陸續接收難民。喺呢件事上面，我哋可以見到 Alan 只係喺世上面生活咗短短嘅2年，但佢嘅離開，連同無數難民嘅遭遇，就深深觸動咗世界各地好多人嘅同情心，亦都令到歐洲社會對難民危機嘅輿論同埋政策討論出現咗明顯嘅轉向。所以從靈魂劇本嘅角度去睇，一個生命嘅長短未必等於佢嘅意義嘅大細嘅。有啲人喺世上面生活咗90年，但係每一日都只係重複同一個模式，冇真正去反省，冇真正學習，亦都冇真正嘅改變。但係有啲生命可能只係短短出現咗幾年，甚至幾日，但係就足以喚醒無數人心入邊嘅慈悲、良知同埋覺察。所以所謂學習唔一定係指個體自己喺漫長人生入邊慢慢去學，有時一個短暫生命本身就已經成為其他靈魂學習嘅教材。有時一個突如其來嘅災難對當事人嚟講可能係人生劇本嘅終點，但係對佢身邊嘅人、對社會，甚至對整個集體意識嚟講，可能正正係學習嘅開始。當然，我唔會話每一場悲劇都一定有一個簡單清楚嘅理由，因為咁樣講會太過殘忍，亦都太過武斷。我哋作為人，面對夭折、災難同埋死亡，第一個反應一定係痛苦同埋惋惜，甚至係覺得唔公平。呢種感受係人性嘅表現，係唔應該被否定嘅。但係如果從更大嘅時間跨度、更大嘅因果結構去睇，生命嘅長短未必係衡量靈魂成長嘅唯一標準。真正重要嘅可能係呢段生命喺成棵樹入邊曾經帶嚟幾多經驗、幾多領悟同埋改變。一塊葉嘅生命可能好短，但佢曾經吸收過陽光，曾經參與過整棵樹嘅呼吸，最後亦都會用另一種形式回歸土地，成為棵樹繼續生長嘅養分。同樣地，一個生命即使短暫，佢嘅存在、佢嘅經歷、佢帶俾身邊人嘅感受、佢所引發嘅改變，永遠都唔會消失。生命嘅消逝，只係由一塊葉翻返去成棵樹之中。好，咁而家翻返去我今日想講嘅題目。第一個問題係轉世輪迴嘅運作機制究竟係點樣嘅呢？要答呢個問題，首先要喺一個更廣闊嘅高度去俯瞰成個系統嘅設計，而且為咗方便起見，今集我依然會將人格片段體同我哋嘅平時理解嘅意識，即係 ego，統稱為靈魂，咁樣係會比較容易去理解嘅。靈魂本身其實唔需要靠能量去延續自己嘅生命，因為靈魂係創造者嘅一部分，一旦存在就永恆不滅。但係當靈魂由高維次元進入呢個物質世界，情況就好唔同。你可以想象成一個球員進入球場比賽，球員一旦進入球場呢，就要遵守球場入邊嘅比賽規則。佢會喺更衣室暫時放低自己嘅個人物品，換上球衣，進入球場，專心進行比賽。靈魂都一樣，當佢選擇進入物質世界，佢就會暫時遺忘自己原本嘅記憶，選擇進入一個生命體之中，透過呢個生命體嘅感官去接收物質世界嘅信號。之後佢會根據收到嘅信號選擇回應，作出行動同埋決定，從而同物質世界互動，體驗一個較低維度嘅世界。去到呢一步，靈魂就無可避免要服從物質宇宙嘅規則，包括物理定律、化學反應、生物機制、時間、空間、力場、荷爾蒙、酵素、神經反應所帶嚟嘅影響同埋制限。而一個生命體一旦誕生到呢個世界上面，佢就會不自覺咁樣努力去維持自己嘅生命。佢需要由周圍嘅環境攝取物質同埋養分，甚至需要由其他生命體上面取得生存所需要嘅資源。去到呢一刻，一個由原始生存目的所衍生出嚟嘅基本概念就會開始出現喺呢個生命體之中。呢個目的性導向嘅情緒就叫做愛。最初嘅愛其實係好單純嘅，佢係一種為咗自己得以維持生命而出現嘅情緒。呢種情緒可以話係自私自利嘅，因為喺一個資源有限嘅環境入邊，生命體會為咗保護自己而對自身以外嘅存在作出防衛，甚至係攻擊。當時機嚟到，另一個偉大嘅設計就會出現。呢個設計就係激素。
激素會推動生命體去尋求繁衍，去延續自己所屬嘅生命群落。於是配偶亦都成為一種會被爭奪嘅資源。再到下一代出生之後，生命體就需要確保下一代能夠順利成長。於是，一種更複雜亦都更無私嘅愛就會出現。呢種愛比單純愛自己更加強大，因為生命體可以喺下一代犧牲自己一直以嚟最珍視嘅生命。無論呢一種行動係出於真正嘅自由意志，定係受到激素本能嘅影響，佢都比單純只係愛自己更加偉大，亦都更加高貴。喺呢啲原始生命延續過程之中，生命體會逐漸產生唔同嘅情緒，用嚟幫助自己制定行動。腦部會釋放對應嘅激素同埋化學物質，令到生命體能夠更有效咁樣運用自己嘅身體去配合當下需要作出嘅行動。對自身嘅愛，對下一代嘅愛，慢慢會變成恐懼、憤怒、哀傷、快樂等等唔同嘅情緒表現。去到呢一刻，生命體仍然未真正為咗自己同下一代以外嘅思想而行動，直到某一批心靈層次比較高嘅生命體開始出現。佢可能因為失去自愛，可能因為孤寂，可能因為某一次痛苦嘅經歷，開始發現單純維持自己嘅生命已經唔再能夠滿足佢心靈深處嘅需要。於是佢開始思考自己嘅存在意義，佢開始思考自己同呢個物質系統之間嘅關係。佢開始隱約感覺到，似乎有啲嘢係凌駕於自己同埋親族嘅生命上面嘅。冇錯，佢開始思考生命嘅意義。呢一刻，生命體開始覺醒，意識開始擴展。生命嘅長短未必能夠體現系統嘅公平性，但係公平嘅系統最終會令靈魂離開衰老、損壞或者已經完成任務嘅身體，給予佢另一個重新開始遊戲嘅機會。而人類作為一種一出生就具備高度腦部潛能嘅生命體，佢嘅意識程度由一開始就遠高於大部分嘅動物。當靈魂重新進入系統，成為一個嬰兒，身邊嘅人就會開始向佢灌輸語言、文化、價值觀同埋世界觀。佢嘅意識焦點就會被刻意咁樣鎖定喺出生地所提供嘅現實框架之中。佢重新被社會化，重新學習點樣成為一個人，然後開始經歷另一段人生。佢會再次經歷以愛為基礎，逐漸變化出嚟嘅七情六欲。佢會愛，會驚，會嬲，會失望，會渴望，會執着。然後喺生命嘅某一點，死亡總會突如其來咁樣如期而至。喺嗰一刻，系統會安排佢回顧成個人生，之後再安排另一段人生俾佢，周而復始。而靈魂好多時會覺得呢一切都好似理所當然，因為佢已經遺失咗當初喺更衣室暫時放低咗嘅記憶。呢個亦都係系統能夠一直維持落去嘅原因，因為喺不知不覺間，靈魂生前對生命嘅熱愛、對死亡嘅恐懼、對愛嘅執着、對失去嘅痛苦，甚至對權力、財富、親情、愛情嘅追逐，都會成為一種回歸系統嘅能量。呢啲情感就好似玩呢場人世遊戲所支付嘅費用，令整個系統得以繼續營運落去。呢個系統本身冇地獄、冇審判，亦都冇懲罰機制，因為根本唔需要。如果一定要講業力、因果同埋懲罰，咁最大嘅懲罰就係你自己仍然自願留喺呢個系統入面，一世又一世咁樣繼續玩落去。你放唔低就會再入局，你未睇清楚就會再經歷，你仲以為自己係角色嘅本身，就會繼續被角色嘅得失、愛恨同埋生死去牽住走。因為天堂同埋地獄都唔係系統預設出嚟嘅終點，而係靈魂根據自己嘅信念、執着同埋集體意識投射出嚟嘅休息區或者係中途站。但無論嗰個地方睇落有幾舒服、有幾神聖，只要你仲留喺系統入邊，仲未真正記起自己係邊個，咁佢都只係遊戲入邊另一個場景，而唔係真正嘅超脫。當靈魂離開人世之後，佢會遇見一位嚮導。呢位嚮導會帶佢返去一個休息區，令佢可以慢慢放低啱啱經歷完嗰段刺激、沉重又充滿情緒嘅人生。當佢休息夠之後，系統就會安排佢回顧啱啱經歷完嗰一生。喺呢個過程入邊，靈魂可以重新睇返自己一生入邊嘅言行、選擇同埋決定。佢甚至可以選擇重新進入某一個當下，去體驗如果當時作出另一種選擇，會帶嚟點樣嘅可能性，又會造成點樣嘅後果。呢個過程一世又一世咁樣重複，
慢慢咁樣，靈魂會樂不思蜀，甚至會完全上晒癮，因為每一段人生都有唔同嘅身份、唔同嘅情感、唔同嘅關係、唔同嘅痛苦同埋快樂。每一次進入人世，對靈魂嚟講，都好似打開咗一個全新嘅劇本。由於靈魂本身係多次元性嘅存在，所以佢哋能夠同時體驗所有嘅人生，而且佢哋所經歷過嘅所有轉世，其實都同時儲存喺系統之中。有朝一日，當靈魂嘅其中一世完全覺醒，嗰個片段體就可以感知整個靈魂所經歷過嘅人生 playlist。佢可以隨時回顧自己所有嘅人生嘅 replay。佢會知道自己同時係邊個，做過啲乜嘢，愛過邊個，傷害過邊個，俾邊個傷害過，又喺每一世入邊學識咗啲乜嘢。去到呢一刻，整個人世遊戲終於可以唔再玩，因為系統從來唔會真正強迫任何靈魂去玩呢個遊戲。只係好多靈魂喺漫長嘅輪迴入邊，慢慢忘記咗自己原本只係一個演員。佢哋以為自己嘅角色就係自己本身，以為每一次嘅勝負，每一次得失，每一次愛恨，每一次生死都係全部。但係當佢哋終於醒返，記起自己係邊個，記起自己本來嚟自邊度，亦都將會記起自己點解會進入呢個遊戲。佢就會明白，所謂超脫唔係逃避人生，而係終於知道自己從來都唔只係人生入邊嘅角色，而係一直喺角色後邊選擇、體驗、學習，直到有一日終於記得自己真正身份嘅靈魂。好，咁樣下一個問題係，咁點樣先至可以完成呢個遊戲呢？有冇攻略或者捷徑啊？如果要脫離不斷輪迴嘅痛苦，我認為可以分為兩個大範疇，一個係內在層面，另一個係外在層面。我先講內在層面先。個結論係，我哋要由無意識嘅同意做到有意識嘅不同意。我哋由出生以嚟就一直受到歷史、文化、家庭、社會以及其他各式各樣嘅價值觀嘅影響而生存嘅。好大程度上係因為我哋身處嘅呢個社會本身就係由過往無數人嘅認知、經驗、好惡、偏見同埋執着慢慢發展出嚟嘅文化所構成嘅。回顧返歷史，人類文明當然係一直進步緊，雖然喺某啲時期會倒退，但係同時人類亦都係一路受住生存壓力同埋慾望嘅牽引。喺以前資源同埋糧食稀缺，人要投放大量時間去經營生存嘅時代，去到近代工業進步帶嚟物質嘅豐盛，人又開始沉醉喺揮霍、消費同埋比較之中。戰爭由最初為咗爭奪資源，到近代好多時變成為咗享受更多、控制更多、擁有更多而發動。明明人類比以前有更加多嘅時間去思考、去體會、去理解生命，但好多時呢啲時間同埋自由反而浪費咗喺不自覺嘅虛耗之中。人將其他人嘅價值觀當成係自己嘅人生目標同埋意義，當結果不似預期，又會陷於挫折、自責、比較同埋不甘之中，不能自拔。所以，如果你想靠自己一個人去改變一切，基本上唔單止冇可能。就算有一日你真係擁有足夠嘅權力去改變其他人，你都好可能會陷入另一種非常容易上癮嘅陷阱。因為權力本身就係另一種令人沉迷嘅遊戲。所以，真正可以開始嘅地方，唔係先改變全世界，係先改變自己。只有當你先改變自己，你先有可能為外在世界帶嚟一點點改變嘅火花。但要改變自己，最難嘅第一步就係面對自己既有嘅價值觀。呢啲價值觀好多時由我哋一出世開始就慢慢依附喺我哋嘅身上面，就好似一艘船一旦落海航行，船底就一定會出現一啲藤壺嚟依附住。時間越長，藤壺就會越多，就會越嚟越難清除。我哋身上嘅執着、恐懼、比較、慾望、身份認同同埋人哋強加喺我哋嘅價值觀，就好似呢啲藤壺一樣。如果你睇過 Matrix， 你仲記唔記得第一集 Morpheus 係點樣訓練 Neo 嘅呢？Neo 第一次跳過一棟樓，佢就失敗咗，因為佢知道有物理規則，而佢願意俾呢啲規則所支配。Morpheus 之後教佢，你要放低恐懼、懷疑，放低 Matrix 從一出世就植入嘅規則，先至可以超越佢。即係話要真正覺醒，就需要拋棄所有嘅舊有信念。呢啲信念唔係一日形成嘅，所以亦都唔可能一日就清得走。首先，我哋要認知到一件事，我哋一定會死。雖然人人都知道自己會死，但係知道同埋真正接受係兩件事。因為社會文化嘅關係，好多人都會認為談論死亡係禁忌，
好似只要唔提就可以趨吉避凶咁樣，只要避開呢個話題，死亡就好似唔會嚟到噶啦。但係事實係，死亡通常都唔會提前話俾你知佢下一個目標會係邊個，所以第一步就係要為自己隨時可能嚟到嘅死亡做好心理準備。一個平時已經對死亡有心理準備嘅人，通常都會比較容易放低好多執着，因為佢會開始明白所有嘢都係暫時嘅，財富係暫時，身份係暫時，關係係暫時，健康、青春、外貌、能力全部都係暫時嘅。當你真正明白一切都會失去，你就會開始問自己，到底有啲乜嘢值得我執着？到底有啲乜嘢值得我用成個人生去交換？然後就係觀察自己嘅心情狀態。好多人覺得人生就係返工、賺錢、追夢、追星、追劇、拍拖、買樓、去旅行，屋企有工人，生個讀書叻嘅仔女，然後再將自己由細到大俾其他人強加喺自己身上面嘅價值觀再放大好幾倍，重新強加到自己嘅仔女身上面。佢哋會覺得咁樣就係一個圓滿嘅人生，但係佢哋從來冇真正問過自己，點解我要咁樣做？呢套規則係咪真係我自己揀嘅呢？我可唔可以唔跟住呢套遊戲規則嚟生活呢？如果我唔跟，又會點呢？結果到自己垂垂老去，回望生命嘅道路，先至發現自己對生命其實一無所知。當有一日生命真係走到盡頭，呢類人就可能變成嗰啲留喺人世不知所措，唔知自己應該去邊嘅鬼魂。雖然而家好多人都開始唔再跟住呢條人生方程式去行，但係另一個陷阱又會出現。佢哋可能會將多餘嘅時間同埋精力花喺另一啲興趣、嗜好、生活風格，或者係身份標籤上面。任何興趣嗜好本身都冇問題，但係當原本嗰樣興趣由活動本身變成追求其他人嘅認同，由自己嘅中意變成想表現到與眾不同，由單純享受變成想吸引其他人羨慕，甚至享受其他人崇拜嘅超然感。咁樣同頭先沉淪嘅嗰啲價值觀入邊，其實根本就冇分別。當我哋想脫離呢個遊戲，事實上又生活喺呢個遊戲之中，唔可能完全抽身於其中。所以內心就要明白，亦都要時刻提醒自己，呢個物質世界唔係全部，物件同埋事件嘅背後仲有更深刻嘅意義。要知道，情緒唔係單純發生喺我哋身上面嘅嘢，而我哋其實可以選擇自己嘅回應方式。我哋可能會將成件事睇成我好冇用，所有人都睇唔起我，點解永遠都係我做得唔夠好呢？但係我哋其實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去回應自己嘅，例如我已經努力過，只係永遠都可以有更好。今次我又學到一樣嘢，下次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哋可以選擇唔將情緒發洩喺外在，亦都唔將情緒收埋喺內心入邊慢慢發酵。好多時我哋嘅情緒係被心入邊嗰把聲音帶住走嘅。喺而家呢個時代背景下面，社會同埋經濟都出現咗好大嘅變化，大家生活其實都唔容易。正因為生活唔容易，人自然會產生好多情緒。我哋好多時都習慣咗唔去管理自己嘅情緒，甚至任由情緒帶住自己走。例如你開心嘅時候，你嘅內心會沉浸喺嗰一刻，腦入邊有把聲音會繼續同你講更加多開心嘅事，令你更加沉醉喺嗰種感覺入邊。當你傷心嘅時候，嗰把聲音又會開始翻舊賬，佢會不斷提醒你以前遇過幾多不幸，受過幾多委屈，將你嘅悲傷進一步放大。而當你憤怒嘅時候，嗰把聲音就更加犀利，佢會將嗰個人以前所有傷害過你嘅事，全部都串連埋一齊。就算嗰個人曾經對你好嘅地方，嗰把聲音都會刻意屏蔽，令你只會集中喺仇恨上面。就好似有人不斷將啲火水潑落你心入邊嗰團火上面咁樣，而喺呢一刻，你不妨停一停，問下自己，嗰把聲音到底係嚟自邊度嘅？佢係咪真正發自你嘅內心，定係佢其實係只係我嘅情緒？如果佢係我嘅情緒，咁我係咪就等於情緒本身？情緒又係咪等於真正嘅我呢？當你任由呢種情緒控制自己，你就會慢慢失去真正嘅自己。情緒就好似波浪，當你完全被情緒帶住走，嗰個波浪就會起伏得好犀利，將你嘅精神力量完全消耗晒。所以呢個時候，我哋要學識抽離自己，去觀察嗰把聲音。你要將嗰把聲音同真正嘅自己區分開嚟，停止再放縱自己嘅情緒，觀照自己。呢個世界就好似一面鏡，
佢會映照你真實嘅思想。我哋嘅思想其實係非常之有力量嘅，我哋最終會承受翻自己意念所創造出嚟嘅現實。再進一步就係放低任何事嘅重要性。當我哋唔再需要證明自己，唔再需要贏人哋，唔再需要所有人嘅理解、認同、讚賞，我哋就會發現成個人都會輕晒。唔止係你自己感覺到，喺其他人嘅眼中都會覺得你好似脫胎換骨咁樣。如果你覺得好困難，咁係正常嘅，因為喺我哋平時係從來冇咁樣去練習過。但係熟能生巧，情緒就好似一個 wave， 一個波浪咁樣。快樂嘅時候浪升起，悲傷嘅時候浪跌落。情緒經常一起一伏，會令我哋嘅精神能量唔能夠集中。當你對眼前每一樣事物都慢慢培養出一種冇差別、平等而穩定嘅感情，形成情緒嘅愛恨波形比例呢，就會慢慢變成一條比較平坦嘅直線，唔再大起大落。換句說話，平靜嘅心情可以令自己集中精神去審視自己、思考自己、理解自己。呢種就係所謂嘅大愛心境。保持呢種平靜，可以最大程度令自己積蓄精神能量。呢個亦都係好多宗教嘅法門都會強調冥想、靜心、觀照同埋覺察嘅原因。講完內在層面，再講下外在。外在層面講嘅係我哋點樣應付日常生活入邊各種嘅挑戰，同時避免自己嘅精神能量不斷被外界消耗。而家好多人都會將自己嘅生活、過去、情緒、當下嘅所思所想，全部經過啲社交 App 公開俾所有人知道。但係呢種將自己嘅歷史暴露喺公眾面前嘅做法，其實會洩露自己嘅思考模式同埋行動軌跡。當其他人越容易掌握你嘅模式，就越容易界定我哋、定義我哋，甚至係預測我哋。慢慢咁樣，我哋就會失去對外界嘅控制權同埋主導權，亦都好容易俾其他人嘅評論左右我哋內心嘅決定。所以，永遠保持適當嘅個人隱私同埋秘密，唔係為咗瞞騙人，而係為咗保護自己嘅精神能量同埋主導權。當外界捉摸唔透，就冇咁容易定義我哋。喺一段感情關係之中，適當保護自己嘅空間同埋神秘感，亦都可以令到對方唔會太快將我哋睇穿，令到關係仍然有新鮮嘅感覺。我哋可以想象一下捕獵者同埋獵物嘅關係。成功嘅捕獵者永遠識得隱藏自己，佢可以不動如山，動如雷霆。佢隱藏自己係為咗達到成功捕獵嘅目的。同一時間，隱藏自己亦都可以避免自己成為其他捕獵者嘅獵物。放返落人生入邊，意思就係唔係所有嘅思想都需要公開，唔係所有嘅情緒都需要即時表達，唔係所有嘅經歷都需要交俾外界去評論。保留一部分自己，反而係維持清醒同埋主導權嘅方式。另外，我哋對已經付出咗嘅努力嘅事，通常都會一直去期待成果，而呢種等待會形成焦慮同埋急躁。呢種情緒非常消耗精神能量，亦都會打亂自己原本嘅部署。所以，當我哋決定行動嘅時候，就要專注於行動嘅本身，唔好對結果抱有過度個人化嘅期望。至於結果幾時出現，以咩形式出現，就唔需要每一刻都去思索。當時機嚟到，好嘅結果自然會出現。你越係去期待，反而越會驅散呢種慢慢需要時間沉澱嘅可能結果。咁樣，我哋先至可以節省精神能量，專注去做好其他真正需要做嘅事。當我哋習慣保持內心平靜，對凡事都處之泰然，感到死亡來臨嘅嗰一刻，自然就比較容易保持冷靜。而呢種心境已經非常接近畢業生嘅境界。最後嘅最後，就係生命走到盡頭嘅嗰一刻。當我哋見到一條傳說中嘅光隧道，我哋可能會覺得自己應該要走過去。當我哋見到親人嚟接我哋可能會覺得自己應該要跟住佢走。當我哋回顧完自己嘅一生，有引領者話我哋仲有未完成嘅課題，勸我哋要重返人間去完成。我哋又可能會理所當然咁認為自己應該要跟住做。但正如我一開始講過，我哋要由無意識嘅同意做到有意識嘅不同意。所以去到嗰一刻，我哋應該要懷疑穿過隧道係咪真係有必要呢？嚟接我哋嘅親人真正嘅身份到底係乜嘢呢？我到底係咪真係仲有未放低嘅課題呢？定係呢一切只係系統嘅標準操作程序？如果我哋乜嘢都同意去做，咁只係繼續跟住系統嘅標準操作走，一次又一次咁重啟人生。
但係如果我哋生前已經做好準備，已經覺醒，實在覺得自己冇遺憾，亦都冇需要再重返人世，咁我哋就可以原地畢業，冇人可以左右你嘅意願。如果我哋知道自己想作出一個點樣嘅決定，如果我哋睇穿咗呢個遊戲，唔再俾佢帶住走，咁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咁通關。所以所謂嘅攻略唔係去逃避人生，而喺人生入邊逐步攞翻自己嘅意識主導權，由冇意識嘅同意走到有意識嘅不同意，由被情緒牽住走到能夠觀察情緒，由追逐外在價值走到認清自己真正想要嘅係乜嘢，由沉迷角色走到記翻自己係演員。當做到呢一步，呢個遊戲對我哋嚟講就開始失去咗束縛力，而真正嘅超脫就係由呢一刻開始。今集最後一條問題就係講咗咁多，搞咁多嘢，到底點解要脫離呢個輪迴系統呢？而如果真係脫離咗，又會有啲咩選擇呢？仲會有啲咩可以做呢？ Matrix 第一集入邊有一幕係好經典嘅，Morpheus 攞出紅色同埋藍色兩粒藥丸，問 Neo 要點樣選擇。如果佢揀藍色藥丸，就可以繼續留喺虛擬世界入邊，繼續享受幻覺，當一切從來冇發生過。但如果佢揀紅色藥丸，佢就會覺醒，見到真相，然後翻去真正嘅現實世界。另一幕都好經典，叛徒 Cypher 同埋 Agent Smith 喺一間高級餐廳入邊食牛扒。Cypher 明知道眼前呢件扒係根本唔存在，只係 Matrix 製造出嚟嘅幻覺，但佢仍然覺得好好味。因為對佢嚟講，真唔真實根本唔重要，重要嘅係佢享受到嗰種味道，佢享受到嗰種舒適，嗰種留喺幻覺入邊嘅快感。所以佢寧願放棄真相，寧願留喺虛幻嘅世界之中，都唔想翻去一個枯燥、艱難、冇咁舒服嘅真實世界。但係我哋嘅現實世界唔同，人生會經歷生老病死。如果要講痛苦，現實世界一定痛苦得多。如果唔係，你都唔會聽我講到呢度。有啲靈魂想繼續進步，想睇清真相，想翻去真正嘅本源；又有啲靈魂可能仍然中意留喺呢個遊戲入邊，繼續體驗身份、關係、愛恨、慾望同埋人生劇情。選擇本身冇絕對嘅對同埋錯，你只要知道自己做緊選擇，咁就夠啦。當一個靈魂真正畢業之後，可能先係另一種更大自由嘅開始。有一部分畢咗業嘅靈魂會選擇以高等靈魂嘅姿態重新翻返嚟地球，佢哋可能就係我哋傳說入邊嘅菩薩，又或者係某啲以度化眾生致命嘅存在，就好似一個成績好嘅畢業生仍然願意翻返學校幫其他低年班學生補習一樣。喺下一集我會講嘅《海奧華預言》呢本書入邊就會出現呢類高等存在降生到人間嘅情節。另一部分嘅畢業生可能會選擇去探索無限嘅多次元宇宙，呢啲體驗可能遠比地球生活更加廣闊，更加多姿多彩。佢哋可以瞬間體驗任何一個生命體嘅存在，感受對方嘅視覺、情緒、記憶同埋體會，就好似睇完一場完全親臨其境嘅電影一樣。有啲畢業生可能只係想放一個長假，佢可能會選擇附身喺一棵樹、一嚿石頭、一片雲，甚至係一種自然嘅存在之中，純粹感受靜止、安寧同埋存在本身。佢哋唔係為咗學習或者任務，只係作為一種娛樂、一種休息或者一種自由嘅體驗。而由於冇咗肉身同埋物理世界嘅限制，畢業之後嘅靈魂、意念同埋思想都可以即時創造，就好似你喺夢境入邊一樣。你一念之間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可以創造天空、大海、山川、城市、生命，甚至一套完全屬於自己嘅宇宙規則。喺你嘅自己創造世界入邊，你就係創造者，你就係神。而當整個宇宙入邊所有嘅靈魂都覺察嗰一刻，呢個宇宙原本嘅創造者，佢想透過無數生命、無數意識、無數經驗去了解自己嘅願望，就可能會真正圓滿。到咗嗰一刻，整個宇宙可能會塌縮，翻返去最初嗰種原始狀態，然後再一次分裂出更加多想認識自己、體驗自己、理解自己嘅念。於是更加多嘅宇宙又會形成，更加多嘅生命又會誕生，更加多嘅遊戲又會開始，周而復始，永無止盡。所以翻返去嗰個問題，點解要脫離輪迴？因為當你終於睇清楚呢個遊戲嘅運作，亦都記得翻起自己真正係邊個，你就會知道你可以繼續玩，你都可以選擇離開。而真正嘅自由唔一定要係離開，真正嘅自由係你終於知道自己有得揀。咁今集嚟到呢度呢就完啦。
其實呢，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但係如果聽眾你唔問我呢，其實我就諗唔到有啲咩可以講。咁所以如果你有問題呢，就請你留言。咁我以後會喺適當嘅時候呢回答翻你哋。多謝收聽，拜拜。